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天马行空》第3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真常用到的字，就是这字“行滚水”的“行”。这个字的汉字到底安怎写？为着要来探讨这个字，咱这集爱对一个人的梦开始讨论起。哈，字安怎写？甲梦哪有啥物关系？一言难尽啦，看落就会了解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讲这个梦是啥物人的梦。这个人就叫做海昏侯。小张，你讲这字行滚水的行，甲这个海昏侯有关系？无唔对，有关系。咱来看这个梦伫啥物所在。这个梦就伫南昌市往北差不多50公里的所在，开车差不多要1点钟。这位海昏侯是啥物人？其实伊就是西汉第9位的皇帝，正名叫做刘贺。因为伊做皇帝做27天，就去人赶落来所以伊有另外一个称呼，叫做汉废帝。是安怎专家有法度认定讲这个梦就是海昏侯刘贺的梦？因为伫这个梦内底有发现到这个印顶悬就刻刘贺这2字，刻甲真清楚。除了这个印以外，出土的珍贵文物超过6000件。伫这6000几件内底，去互小张注意到这个文物。这个文物叫做啥物名？伫普通话内底叫做行，伫咱闽南语内底就爱读作行。这个行甲行滚水的行到底有啥物关系？小张你毋着紧讲。好，我即马就来讲，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。各位拢知，小张别的步数嘛袂晓，干那会晓查字典、查文献。但即马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运气呀，原直上，奖金，啥物声？这个字伫中国运册内底，上少都有2种的读音。第一种会使读作经，第二种会使读作兴，第2条的兴。这个韵母的部分拢是英，但是声母有变化。有一个观念，小张已经讲差不多500摆就是这个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伫这个所在，就是歌甲好在互相替换。这2个声母到底是毋是会使互相替换？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歌甲好写伫同一排，确实会使互换，绝对无问题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咱已经知影这个字的声符会使读作经，嘛会使读作兴。到底这个字安怎读法？咱来看中国文册安怎写。这个字会使读作行，第5条的行。讲到呾为止，咱已经了解3个事实。第一，这个字功能就是运气呀。第二，伫说文解字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就是形声字。第三，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行，第5条的行。小张，这个字你讲规半部都是读作行，敢讲这个字有可能会使读作行？这个问题未经回答进前，咱先来讨论一寡开嘴合喙，逐工拢会去讲到的常用字。第一字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文音就爱读作名，尊名贵姓，就是用这字名。过来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名，有名有姓，就用这字名。咱来看这个韵母，其实就是英甲英在互相转运。是安怎都有这个转运？是安怎有这个文白音之差？伫台语黑白讲第53集内底，小张有讲到这3个工具，其中第1点，小张有讲甲真清楚。咱这个闽南语其实就是咱的祖先去学雅言，去学中原正音，但是学了无成功，学了无标准，但是无标准歹听哩，所以小张就甲讲是转运，有文白音之差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名甲名，这个中间就是英甲英这2个韵母在互相转运。有一寡观众朋友即马可能会讲，小张毋是干那安尼尔，这个声母的部分对无变做无，这要安怎解说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无甲无这2个声母都写伫同一排，确实会使互换，一点问题都无。有一寡朋友甲小张建议，讲这个片录音正版的声母就干那这3个，所以小张就在想讲，是毋是这排应该爱来甲改名，改做录音就好。各位若是有啥物更较高明的想法，欢迎甲小张指点，莫客气哈。
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都爱读作定，基母定所都用这字定。白话音都爱读作定，定金、定银都用这字定。过来，这个字文音都爱读作升。小张伫台语界有淡薄仔声望，都用这字升。过来，伫白话音内底都爱读作声，轻声细碎都用这字声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都爱读作惊，大惊小怪都用这字惊。白话音都爱读作惊，心惊胆寒都用这字惊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请，第二条的请。申请都用这字请，白话音都爱读作请，请人客都是用这字请。咱过来讲一字就好，这个字的文音都爱读作行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都是用这字行。白话音都爱读作行，行礼、行春、行期，拢用这字行。小张，这个字确实是常用字，无毋对。这个韵母的部分，就像你讲的，对应转运做应，这我嘛有法度理解。但是这个声母的部分是安怎对好变做歌？这敢有妥当？咱过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歌甲好这两个声母写伫同一排，会使互换，完全无问题，绝对毋是空穴来风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讲正题，这个字的普通话就爱读作成。伫咱闽南语内底，到底安怎读？咱拄则已经捌讨论过啊。文音就是读作行，白话音若是转运了后，就应该爱读作行。第五条的行，甲咱拄则讨论的迄几字常用字，拢用同一个转运规则，所以这个字读作行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小张，你今日无要天马行空一个哦？有，咱即马就来甲天马行空一个。伫说文解字内底讲这个字。叫做运气呀，对小张来讲，这是一个名词。这个名词有可能当作动词来使用无？有哦，这个现象就叫做转品。这毋是小张家己发明的，真侪所在拢有这个用法。这就是小张伫这集内底唯一一个天马行空的所在。小张即马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，同款的物件、同款的原理、同款的设计，咱到即马为止嘛是逐工在用，不管是水。酒、汤，要甲汤互烧，要甲香互滚，嘛是拢爱用到这个工具，拢爱用到这个器具。这字香安怎用法？香烧水、香烧酒、香滚水，拢会使用这字香。这个字不但有文献，更有考古的证据。咱即马来讲结论。第一，伫这集内底，咱讨论到香滚水的香到底安怎写。第二，这字香是一个形声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有写甲真清楚，文音读作行，白话音就会使读作行。第五条的行。第三，这字行不但有文献，更有考古的证据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第四，伫这集内底唯一一个天马行空的所在，就是这个转品，是毋是有可能这字行对名词转作动词来使用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各位若是有更较好的想法。有更较好的用字，麻烦甲小张指点。各位在看这支影片的时阵，小张拄好来伫美国的犹他州参加一个会议。这个会议一开就是一礼拜，开完了后，当然免不了就是要游山玩水一个。这个游山玩水当然无可能做节目，所以讲后一期的节目差不多是4礼拜以后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甲大家说明一下。今日我就讲到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